诶诶，呢？哦，你基本上应该是有声音，游戏的声音、拍摄的声，就 controller。对 Stream Link 开始。哦，OK，网络零菜有分享啊。哦，安尼来，嘟，写出去。哦，足久无直播耍游戏啊，这是真正嘛较无用。若是要拍电动，拢是家己拍，就是要困去进前耍安尼。今仔日是20252月26拜三，哦，啊，毋知大家敢有伫台湾的友志，敢有参加即个顶礼拜吼？顶礼拜应该是顶礼拜拜几啊？拜六2月22，哦，2月22的228游行啊，228游行已经办足侪档啊，迄落啥？靠腰，哦，228游行已经办足侪档逐档拢在纪念毋知大家知影今年是第几届？哦，
今年是2025，22发生的时阵是1947年到即马，1947。53加25吼，53加25，所以安尼总算是48档啊。48档敢有改变足济。当然咱时代有在进步科技社会各种状况嘛是豆豆有咧改变。讲即马的台湾即个社会是民主社会，是无毋对，逐个人拢有一票，毋过敢有逐张票的价值拢共款，即件代志逐个会当想看觅。过来就是讲，当然咱讲选票是体制内机制啦。若阵咱去思考讲，即个体制敢是适合咱台湾人的体制？这嘛是真要紧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即马即个所谓的政权，即个政府的名称叫做 Republic of China。Republic of China。Is it China or not China？ 这个问题其实其实不是介困难的代志啦。如果你要理解这物件，你袂讲伊足困难。不过若是去目到迄个政治还是讲国际政治，因都是会想办法用各种定义的方式解说，去互你较会当接受，还是讲互一寡人较会当接受。若阵安尼的时阵，就是咱会当思考讲，是啥物人较想要爱安尼，要接受即个现实，还是讲啥物款人无接受即个现实？无接受即个现实的人是安怎主张的？当然咱迄落接受的人大部分。即马已经拢接受的人，就是伊感觉讲安尼讲 OK 啊，就是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就是讲这两个词是共一个物件啦。毋过无法度接受的人，伊就会讲，毋是呢，这哪有可能是共一个物件？你一个物件哪会有可能有两个名啦？而且这两个名，佫毋是生做相像，是完全无共的两项物件。若佫较进一步，咱去看 China 甲台湾，这两个物件基本上是冲突的。中国就是即马要侵略咱台湾。而且毋若是即马才要侵略咱台湾啦。咱讲二次大战了后。即个占领台湾的中华民国，伊敢毋是中国？伊来中国的时，伊来台湾的时阵，迄敢是要甲你做兄弟，做亲情？迄个款式，伊对台湾做的代志，敢是甲咱一家伙啊？这其实是。真趣味啦之前最近开始豆有人咧讨论啦，就是之前我听到，就是咱伫第一线咧教台语，也是讲伫学校内底教册先生，伊讲，即摆学生囝袂少是认为伊讲，二次大战尾期迄个。台北大空袭，这是日本的拍台湾，日本的飞行机、战斗机来拍台湾的台北，甲迄个总督府拍足大，就是大炸弹，
吼啊，就是就拍就大一坑安尼。啊，毋过，事实上敢是安尼，这敢有影，就是这就是你有基本有读，家己去找一寡资料吼，文献，其实迄是上基本的知识，就是讲台北大空袭的时阵，台北大空袭的时阵是中华民国啊，迄当阵的甲美国徛共边的所谓的民主国家的盟军派飞行机来拍日本，迄当阵台湾是日本，所以是中华民国美军盟军来拍台湾啊，那会是日本的？日本哪有可能拍家己？就是迄当阵台湾是日本啊，而且迄当阵日本的足侪台湾人，互日本人盯掉啦吼，因是讲徛伫政府的立场，迄叫做盯掉啦。毋过事实上，伊就是掠台湾的查甫人，毋管有较老的，也嘛有少年的，大部分当然拢是少年，要战争当然是少年。掠台湾的少年人去替因战争，替因去死啊！当然。战争基本上拢是安尼啦，所有伊统治的地区内底的人，拢爱替因的军队服务啦。这是，毋管去到倒位拢共款。所以迄当阵是日本人掠台湾的人替因作战，所以死足侪嘛是咱台湾人。咱即马伫即个高雄。高雄遐有一个可招用台湾老兵基金会款，迄名称大家当去找看觅，就是因遐就是在做甲遮的日本时代日本人顶调去南洋作战去遐活落来佫有一寡就是若是去遐死去了往生因的家属会当甲因的故事记录落来，保存落来甲政府要求讲爱赔偿爱甲因照顾甲因的家族照顾安尼所以咱若是其实这嘛毋免开足侪时间，也是讲你一定爱去找啥物叫专业的资料，才会知影。其实即马文献诚侪。网络顶悬嘛拢找会到就是听到学生囡仔讲台北大空袭是日本人来拍台湾，这有影是，我认为这是有人调故意咧黑白讲啦，真实人黑白讲，还是讲毋知因身躯边的朋友是为倒位听到，就是即种乌龙世道，欺骗台湾人的囡仔，互因用，互因去认捌无正确的台湾历史啦。这对虾米人有利益？其实这咱用骹头乌想就知影，这当然是对中国人较有利益。因为上好是你莫会知影你家己的历史，还是讲你知影是毋对的。安尼对因来讲，就是因就较有才调，会当去使人恁台湾人。所以，是安怎咱要爱读历史，是安怎咱要爱伫台湾的遮的真要紧的日子来纪念，这就是主要的原因啦。爱记你家己的历史，好，伊就真正爱关心拍电动讲话，实在是无简单。等下哈。咱先来拍第一只
啊，今仔日就是我想，就差不多算一下2、3点钟嘛，无都算伤久啦，伤久真正是会忝。即马目睭嘛无流啊，毋知是电脑看伤济还是安怎，目睭较无遐舒适啊，哦，所以需要算一下。啊，等下豆豆来讲，跟，这大只你看，等下就要拍即只。最近吼，这落礼拜故事咱等下接续落去讲啦。啊，即马就是即马我咧算这吼，迄叫做这个 Monster Hunter 吼，啊，这个游戏已经是真久的一个系列啦。啊有，伊基本上无讲真啥物真厉害的剧情啦吼，就是讲趣味就是讲拢拍即种足大只的迄个 dinosaur， 还是讲伊迄个 monster 啦，靠腰。你看头前即只大只的，即只嘛是算其中一个特殊的怪物。靠腰。看，靠背。啊，就是讲，我即马算的即个系列，就是讲算其中一个，已经有出一阵仔时间的，这要安怎讲啊？伊差不多一段时间就会出一款新的游戏啊，基本上内容就是差不多拢是拍即种大只的怪物啊。新的内底拢会有加一寡新的啊，掺一寡旧的安尼啦。啊，这个公司做这个游戏的公司叫做 Capcom 哦啊，Capcom 这个公司伊出过足侪真正经典的游戏哦啊，其中一个 Monster Hunter 系列就是足出名，真正世界同人知啊。啊，伊最近佫拄好对不看了。没事。哦，伊新的游戏叫做 Monster Hunter Wild。哦啊，跟，快来！啊咯，要求。哦啊，迄个最近准备要出的迄个叫做 Monster Hunter Wild。啊，迄个游戏就是伫2月28迄天要上市啦。哦啊，基本上伊的内容嘛是就是甲即个传统的生活是共款的，就是讲你就是扮演内底即个主角，啊，即个主角，你使用的即个角色会当有真济武器甲武装，哦，就是所谓武装就是伊身躯顶悬穿的即领衫。啊，即个衫内底有真济，就是讲你所在做遮个衫的所在，就是拍遮个怪物伊身躯顶悬落落来的物件，就是讲你甲拍死了，我跟，
你为伊身躯顶挂落来，就不要讲挂，就是讲挂落来肉，还是伊身躯顶有诶是皮啊，还是迄落因为伊诶设定就是讲，你会当每一个无共诶怪物身躯顶悬诶迄个肉啊，还是皮，还是伊诶指甲，还是伊诶，就是讲伊诶头壳啥拢会当分开，每一部分拢有伊无共诶功能，甲你拍一摆，吼会当摕到诶迄个拢是看几率啊。是逐摆拢会摕到共款诶物件，啊，毋过你就变做共一只，你若要收集伊全部诶所在，你就爱一直拍，拍就一摆，啊，逐摆拍你拢会摕到无共诶，啊，互你这个游戏诶趣味就是伫遮，就是若像咧一个挑战啊。好，干你死，靠背，心酸。困。我即摆用即个武器就是叫做这名真正是干，靠背，互迄拍着真正会一摆就死呢。我即摆摕即个游戏叫做啥物？伊这叫做棍仔啦，吼，汉字叫做操控的操，吼，控制诶，虫仔的虫，哦，啊，棍仔的棍，棍仔的棍，竖三字，棍仔会丢呢？啊，干，靠背，足疼诶！哦，迄个棍仔的棍，这是棍还是棍啊？应该是棍。就是细汉时，哦，迄个啥，爸母咧甲你讲的时阵，摕迄个一支安尼长支安尼啊，即款物件，哦，啊嘛会当叫啥？你看伊咧使用的方式，伊安怎拍？干！好，就是伊这个使用的方式就是安尼，不要哪讲，用术的，这应该是用术的，嘛毋是用讲的。伊这内底有足侪无共种的武器啦，啊，像咱用讲的有迄个锤啊，哦，足大支的锤啊，啊嘛是有一种足大支的，若像斧头的迄个大支剑啊，啊，我即支就是即种会当控制，袂当安怎讲，会当切砍虫啊，去替我拍即个怪物的家私的武器啊。互你看，伊即摆身躯顶悬有一只虫伫遐飞来飞去，一直甲拍，伊甲拍的时阵，就会出现即个咧闪示的即个一点，有无？这就是迄个虫仔造成的，有无？即摆飞倒转来。啊，我即个武器伊特别的所在，就是讲伊会当找见遮的虫仔，啊，迄个虫仔的能力嘛无共哦，有诶是速度紧，啊，伊的功能是会当产生像拄则迄种会闪示的迄种点吼，迄种火星，就是飞较紧的较济是会当，互你有保护功能啊。啊，飞较慢的较济是讲伊会产生迄种会爆炸的迄个火星，啊，迄个物件就是会当互你在甲伊相战的时阵，若是去，哎呦干，即只你超过伊要甲我拍呢，靠背，啊
小？看，马来，哎呀！哦，我拄则讲，哎呦看，哦看，哦，顶管够有一只靠腰，就是，啊我即马用即支是，伊会当控制仔是，哎呦看，哦，赢，哦，哦，莫名其妙就赢。就是我即马操控的即支迄个空仔是飞较慢，啊毋过伊会当产生会爆炸的火星，啊互其他做伙拍的人，就是若是有拍着迄个火星，伊就会产生爆炸，啊迄个爆炸会要安怎讲，足疼就对啊。对这个怪物的伤害足强的。平常时我若甲输一个可能50点，还是上济70点，啊，伊迄个火星，迄种攻击性会爆炸的火星，咱若甲拍落，啊，伫身躯顶爆炸的时阵，会产生差不多300点的迄个伤害安尼。算即种功能诚好，啊，另外一种功能是产生会当保护。哦，就是因为你甲伊相战，你嘛会受伤。保护火星啊，迄款的，就是差不多拢会补差不多1/4左右的迄个火就对啊。啊，就在人啦，看讲你较介意啥物款的风格，你战斗的风格。啊，这个游戏以早吼，上早无即种功能啦。就是讲游戏内底无设计即个功能的时阵，迄当阵就是上简单，就是你摕一支武器，啊你拣以早可能6种啊8种，啊你就是拣一种了后，啊就开始算啊，啊拍嘛是，反正就是种硬斗，你一定爱，你若摕刀，就爱安尼一刀安尼甲扑甲伊死啊，扑甲伊的火了，啊伊就死去，你就会当挂伊身躯顶悬的肉，还是伊的皮、伊的迄落鱼鳞片啦，敢是叫做鱼鳞？系啊，这我不要讲，我在查书店。啊，我算这我较介意用迄个日文的文字加语音啦，因为我自早我算即个游戏的时阵，就是用日文的在算。啊，中文的，我会记得以早敢若无中文，还是有，哦，迄足久啊。啊，另外迄当阵算的时阵，基本上就拢用日语啊，因为英文的看较无关系，以早是安尼啦。啊，即马就嘛一直拢用日文，所以我即马算游戏，若是无，基本上大部分游戏拢一定会有日文啊，我拢袂去拣中文的。有一阵仔就是会用中文的文字去来算，不过买手我发现讲，尤其是我开始在学台文了，我其实就足无想要看到中文，迄是我家己的选择啦，就是讲，这个文字就是原来是面者的文字甲语言，所以我就决心讲，我若有才调，我尽量就莫用中文安尼，好。这是互大家一个建议啦吼，你若是感觉讲有即种意识，其实你嘛会使做回来，安尼去实践。当然，伫台湾社会，你即马要爱做甲安尼有影是真困难，你会拄着足侪歹棒的代志。啊，毋过就是，你愈实践，你就会愈感觉着讲。
咱的语言真正是台湾，尤其是台湾的语言，台湾的母语，客语甲台语，吼，真正是足细，去到倒位拢互压迫，系啊。所以对我来讲，我愈实践，我就愈坚持想要安尼，嘿。啊，当然这是在人选择啦，咱嘛毋是啥物迄落独裁国家，无法度强迫你一定爱安尼。毋过我是希望啦，吼，到落尾手，咱真正建立咱家己台湾人国家的时阵，咱的政府，吼，一定爱甲使用母语甲母语的文字，吼，即个诚做咱政府官方的基本，吼，基本的一个。要安怎讲？人民的权利啦，你所有人拢会当用你的母语甲母语的文字来甲政府单位交接，吼、处理所有的政府文件拢一定爱会当使用台湾的母语甲母语文字，哦，这我感觉这安尼才是真正的平等人权啊，系啊。干。好悲啊！以前看，往下派，你看他在家，哦，看看，哦，我这换一支武器，波头。我即马摕即支武器叫做这个你看，靠腰毋是叫这个你个靠背啊，没事啊！哦，好加载。干嘛来？后背，足紧张，足惊去互伊的尾溜摔掉，伊的尾溜，即只怪物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拍，就是在练习，吼，拍看讲，这迄落要安怎拍较会，要安怎讲就是在练拍即只的美甲啦，简单讲是安尼。哦，干，又摔掉。哦，冰上。哎呦！哦，可以啊，又个莫名其妙赢，就是拄则讲到就是哦，一摆信息伤济。我即马摕即个武器叫做 Charge X，应该是这 Charge X 啊，要安怎讲 ？Charge 就是充电宝头，充电宝头啊。为什么叫做充电宝头？就是伊在拍的时阵，就是你用伊有两种形式的战斗时阵，两种形式，一个是拆分开做两个，一个是摕盾，啊一个是摕刀吼，一手摕刀，一手摕盾。迄盾就是会当做基本的动攻击，动怪物的攻击。啊，另外一支手就是摕刀，迄支刀会当拍嘛，对吧？会当甲扑。啊，你咧甲扑的时阵，就是会产生能量，就是讲你甲扑的时阵，伊有一条迄个
要安怎讲，会当有一条哦，这种口语要安怎讲，真正就是讲伊会吸收你甲怪物扑的时阵，伊会吸收迄个能源，若是讲简单讲啦，就是讲你愈侪机会甲扑，吼，有甲扑着的时阵，你会产生一个 energy，一个电也好，你讲电也好，还是讲电能源、能量、力量，吼，你愈甲扑，伊迄个物件会增加，啊增加了后，你甲手头的即个武器本正是用做一个盾，啊一支刀安尼使用的时阵，你甲转做是两个合作伙变做一支大支的斧头，啊迄斧头就会当放电，啊迄个电就是你甲扑落的时阵，就是迄个电会爆炸，会产生类似爆炸的效果，迄个爆炸足疼，啊扑落了后，迄个扑一个迄个减血会减足济啊，伊的伤害会较大，啊比你甲拆分开做两个，就是一支刀一支盾的时阵，迄个扑一摆的迄个伤害差足济，啊所以这叫做 charging X， 哦，就是充电宝头。你平常时啊，甲拆分开安尼使用的时阵是充电，啊充电满了，充电充满了，啊甲扑的时阵就是会发电，啊个足疼，哎，基本上就是安尼啦。台语就是安尼解说，啊若是有较专业的名词，还是讲搁较斗大的方式吼，就是请劳烦大家斗想看觅。欸，我即马想会到的是安尼讲啦。啊，进前用迄支叫做迄落侧糖机，侧糖棍啊，哦，还是讲会当切砍糖仔的棍啊，安尼，因为变做是日语搁去创的一个名词啦。啊，这基本上以前嘛无即种物件，现代嘛无得靠有即种物件。所以即种名词的物件，趣味，看大家要安怎讲啦，会当发挥一寡创意。哦，安尼哦，哎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好，啊，拄则拍迄只叫做斩龙，斩就是迄个刀啊，斩落迄个斩龙。啊，咱拄则看伊的尾溜，就是有打像一只刀安尼，就是伊生气的时阵，会规支安尼呛红起来，啊，就是若像迄个甲铁放去，甲铁啊放去迄个炉火烧炉内底，还是对火烧炉，哦，迄种拍铁啊用的，古早拍铁啊用的迄种火烧炉，你甲铁啊放入去，伊就烧甲红安尼。伊生气的时阵，就会变做伊的尾溜会变做红色的一支刀安尼。啊，平常时啊无，啊，毋过就是伊咧使用的时阵，就像伊会扇伊的尾溜，啊，甲你拍，啊，这就是伊特殊的攻击。啊，就若像就是一个 samurai， 一个武士，伊在摕刀啊，甲你在相争，迄个款式，所以伊就号这名。啊，像我最近拢咧拍迄只，就是因为迄只诶，我等互大家看，伊迄只，应该是即个，哦，伊迄只诶战甲真水开啦，而且迄个功能嘛袂歹。就是安尼，吼，伊迄只战甲是生做安尼，啊
我即马就是用即套战甲，我大概看下，看画面顶悬即个迄落啥，defense 就是讲上顶悬啊，下底有一个，下底有一两三四五六，迄六个数字吼，头上顶悬迄个就是讲你规束衫穿起来，安尼你会当你的，比如讲防御力，吼，防御力，防御力就是讲你会当抵抗偌济伤害啦。简单讲是这啦，迄个数字，迄个数字其实，迄个意义就是游戏内底设定的，迄个达，要怎讲达，就是达的意思，就是讲所有遮个数字是相对的，就是伊拍你一摆，你会产生偌济伤害，无穿完全脱北体无穿战甲的时阵。会产生偌济伤害啊！你穿即个战甲了，伊即个战甲有基本的防御力，啊，伊的数字是偌济，啊，可能就是伊有一个相对的比例。啊，即个当然是即个防御力是愈悬是愈好。啊，目前我上悬的就是即套。对，对。即马上悬的是即套，对。啊，进前我嘛有去做另外一领，我即马有大家，即套。即套应该无都无穿。即套是生做安尼啦，毋过伊的进前上悬的防御力上悬的是迄套，拄则迄套。啊，伊的基本的达就是敢若423尔，我嘛。无讲介悬啦，所以我就买手搁做即套，做即套，啊，即马就788，是较悬啦。啊，伊的能力嘛袂歹，伊的能力就是有一寡，大概是安尼啦。这若有咧耍的人较知影这内底一寡能力。我就是安尼简单甲大家小解一下，小解一下，爱轻声。好，我看我任务，Master 啥会？即只歹拍，我是先拍，我即摆拢较喜欢去参加别人的迄落任务啦。参加别人的任务就是，我感觉安尼较趣味就是会当甲线顶的毋知倒位来的人做伙拍，安尼较好耍。而且就是你若家己一个人拍任务，就干那一直拍剧情的任务的时阵，其实你会拄着，变做讲有的时阵是会当叫网络顶悬的人来做伙拍。我会记是安尼，就是有的是会当叫网络顶悬的人做伙来拍，啊有的是袂使，就干那你一个人爱拍了，迄就是一个关键的任务，你一定爱家己一个人过。啊，我昨昏就是。昨咧耍的时阵，就是拄着一只，我看足歹拍的。啊，我拍本正想讲，我看差不多一只拢差不多15分，
就解决啦，对不对？当过去做别项代志，结果伊只拍小久，拍要超过半点钟，啊，拢拍袂死啊！忝到要啊，挡袂掉。哎呀，拍耍了讲，无法度，有人要硬去啊。所以就是，我就即摆就是较介意甲线顶直接去参加别人的任务就对啊。啊，而且你拍别人的任务，其实嘛会当嘛会当去摕到伊拍的任务内底迄个怪物身躯顶悬的所在，安尼。哦哟，无知咯，无知迄落啥，啉烧烧的后背。像我拄仔讲，就是迄个爱炸迄个啉烧的，就是因为即关应该是讲即个地形啦，够赢，靠北莫名其妙够赢，就是即个所在所有的地形，这叫做啥？Iceborne，就是即个 DLC，即个剧情内底来到。这个所在是算是要安怎讲？哪像地球的北极的所在，啊，拢是会落雪。还是讲基本上伊的设定就是讲，这个所在规年冬天拢是，雪甲冰扛起来世界安尼。所以你来到这，你一定要炸迄种饮料会烧的饮料啦。啊，基本上若是台湾人就是姜母茶嘛，系啊，是烧仙草迄款的，互你会当身躯会维持是烧的袂寒死迄落温度伤低，你就会戆去安尼。啊，即个地形内底嘛有温泉，基本上就是这种概念，就是足寒的所在一定有温泉，会有迄个土的底会有呛温泉出来，啊，就是讲你若是即个你无炸迄种烧的饮料的时阵，啊，你的体力下骹有一撮黄色的迄撮就是你的体力，伊的体力会愈足紧，就愈减愈少安尼。啊，我讲遮的就是讲遮的无共的环境，无共的地区，伊的环境设定其实迄自足早就是即个游戏就拢设定甲足优，是安怎即个游戏会足经典，就是因为安尼，因为伊自头。在设计的时阵，而且伊逐摆在换新的、在出新的游戏的时阵，伊拢会参考旧的迄种世界观，伊的概念啊，去搁较要安怎讲，搁改甲搁较有、搁较进步所以即马上新2月28迄天要出的迄个新的版本，我是看了我嘛是足想要耍啦，嘿啊。这两只水哦。食饱吼，食饱，少诶，好。我即摆穿诶，即束战甲其实伊诶功能内底有一个是，你看迄个正平1、2、3、4、5、6，第六抓迄个热诶
damage 无效，哦，就是讲我去到迄种足热的地区，啊，就是袂体力就袂一直减。伊即个游戏内底体力，咱等会看倒手边顶悬，就是有两逝啦，一逝是青色的吼，青色的甲，青色甲黄色的，黄色的就是你的骹腿的气力，哦，你的气力，啊，迄个。黄色的是体力，黄色的是气力，啊，青色的是体力。哦，体力就是你的，就是讲较白话就是血啊。青色的全部拢无去，拢用了你就死啊。嘿啊，一摆游戏上济当死3摆，啊，你即种甲足济人做伙算的就是四个人，上济4个人，啊，会当死3摆安尼。哎呦，哎呀！3摆拢死了就，一摆任务就失败。我干那个靠背，靠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先保回，先保回。看，这个靠背。这团。My C。保回，保回。好呀。啊！哎呦，被崩啊！被崩啊！靠背。紧张。这个游戏就是，不管你，就我啦，是讲所有的人，但是不管你，我不管是算过偌济摆啊，拍过偌济只，我逐摆算，拢会感觉足紧张。哎！哎呦，滚！哪嘞？买来，买来！哎！哦，不搞在。你看伊的迄个头，伊的迄个面，哦，面顶就是有迄个桥仔色咧，迄个啥？迄叫做啥？水！看！啊靠呀！就是拄则伊迄面顶就在浮迄个啥，有迄个水泡。即摆还阁有啊，在流喙簪，即摆是流喙簪啊，拄则是在流迄种桥仔色的喙簪，啊，阁有迄种水泡咧走出来，迄就是中毒。因为我支武器就是有，就是讲会豆豆啊，互伊中毒的功能啊。啊！哎呀！咋？紧走啦！拄则安尼裤伫涂骹用白的，就是互伊迄落，要安怎讲，就是伊用伊的下骸去
龙头卡，哦，啊，就是会伊用下海去龙头卡，算是伊特殊的一个攻击。我干靠背，我天啊！啊，迄个三星地动，拄则迄个状态就是互地动去惊到，所以规个就躯伫涂骹，无法度爬起来行安尼。弄扁。你看伊咧生气的时阵，有当时啊会落即种会爆炸的石头落来。啊，伊迄毋是讲会随爆炸，就是有的时阵是看哪像是若是伊产生地动的时阵，就会足紧爆炸呢。啊！靠背啊！哦，伊的尾又转去啊！啊靠呀！你嘛神着靠！啊！靠！靠！死人！啊！你讲过来，安尼就是，互伊惊着，互地动惊着，无法度叮当。你看伊这落来石头，毋是随爆炸，就是看看伊心情啦。有诶是过一站时间就会才会爆炸，啊有诶时阵是伊若是伫附近啊用迄种较撞来撞去去弄着诶时阵就会爆炸，所以变做是伊会当控，要安怎讲？伊会当主动去互遐个石头爆炸，安尼对咱遮诶蜡人来讲，就是较危险安尼。干啊！莫来干！就是安尼。你讲有，安尼无爆炸，心酸。食较远啊！干，靠背！哦，去哪嘞？你创下伊咧射镜呢？哎，今日，我看迄石头就神，会惊咧。呀！伊个有即招哦，靠背，毋捌看过。哦，天！啊，即个武器吼，用久了嘛毋是生鲜啦，就是会怎么讲？会变较无遐赖，台语无遐赖，敢会当安怎讲？即看还佫想，还佫查一下词典。
迄只危险哦，迄只就歹拍。哦哟，有三只哦。那有看到冰的。靠腰，干！错一条。因这游戏就是算到尾手，就是愈后壁会定定出现共时间。Hi Lennon Nyla. Okay. Hi. I'm fine. Um, good to see you. Shit. Oh. 唔知这是即马即个 Lennon Nyla。哦靠呀！哪安尼？你看过真正第二只过来啊！哦哟，好悲。嘣嘣嘣嘣！即摆因两只咧拍，以早诶，我会记得以早在生 Monster Hunter 诶时阵，两只敢会相拍，那像嘛是会呢。靠腰，人家死啊，靠背啊！像换第二只，这任务就是主要就是这两只啊。第二只这嘛就恐怖，先 Q 吧。你即马看这只拄只死去的这只叫做爆推龙啊，爆炸的爆，推啊的推龙。啊，伊都主要就是讲伊的迄落伊的下海啦，嘿，伊的下海，伊在用伊下海的时阵，哪像是钢推啊安尼，嘿啊，伊身躯顶悬有迄种一粒一粒会爆炸的石头。你快来！啊！靠腰，就疼。哦，伊这招就恐怖，会死人。不会啊！哎，小等一下。啊！靠背，我这补回补了。哼！看你的准备，干！
走去顶啊！用这种较大机的武器，伊有当时啊，伊咧拍的时阵，迄个反应时间拢较长，靠背。伊的准备时间有较长，所以就是有时啊拢会安尼，你扑落的时阵，伊就走去啊。所以迄时间拢爱，就是讲你爱足惯势伊安怎，伊的行为啊，是讲伊的动作是啥物款，你爱真熟，啊无就会像，就刚才，啊啊啦，靠背。看这个，操！啊！伊生气的时阵，就是逐摆拍拢会，看靠腰，干，在死啊你！噔！哦，害怕。所以其实这个游戏的嘛无啥物美感啦，就是讲你掠着这个怪物伊的模式，还是讲伊大概啊就差不多迄几步啦，伊的步数差不多安尼啊，主要就是讲伊拢安怎反应，你大概知影了，你就较会晓拍。啊，主要就是讲你爱惯势。哦呀，你咧惯势伊的步数，啊，过来就是你即个武器本身的。啊靠腰，你后壁你咧乱，哦，要气死！啊！哦，因两个家己去乱，更靠背。你食就是伊会伫涂骹舞一寡，这个啥潲？这游戏的设定内底就是讲，伊迄个啥双手点管，甲伊头壳迄支吼，会有一种黏菌会黏的，啊，迄个物件就是会爆炸。你看伊迄个啥，伊甲抹伫涂骹了，过一段时间伊会变红色，变红色就是要爆炸。所以你爱看，干，搁去打着靠腰。啊！哪嘞？啊！哦，应该。顶酸。会糟了啊！靠背。
啊！哦，最后一招了啊！哦，哦，是紧张到要死！我讲啊，倒位煞袂记啊，靠腰。哦，反正就是即摆就是拍一只。哦，伊两个搁咧冤家啊，好，真好。啊，就那个这，啥要找我啦？更好白啊！哦，你看哦，这地形就是迄个火山，火烧到干。个看，卖乱膏药。哦，shit，哦，shit，傻小。哦，两个拢戆啊！靠，干！哦，险死呢！好，我知我去。啊干！哦，shit！哦，要误会啊，恁。哦嘘！啊，打！哦哦，过关啊！真正就硬到诶，这只是会歹拍，因为速度足紧。我昨拍嘛是共款，就是拍两只会伫迄落天顶飞，啊，迄两只就是算应该是敢若是即代是较特别的怪物就对啊，就是伫迄种落雪所在啊，伊会利用空气当中的冷空气，甲迄个冷空气变做边角啊，甲你攻击就对啊。啊，伊会伫天顶飞来飞去，啊，伊的攻击方式就是速度足紧，啊，看就是讲，伊会互你体力一直降，就是讲你的气力一直降，因为伊在生存的环境就是迄款较寒的所在，啊，拢是有冷空气，所以
伊会主动互你，就算讲你有啉迄个烧的饮料，互伊拍着，互伊迄种冷空气的攻击拍着的时阵，共款你的气力就是会一直降。所以拍迄只拍要超过半点钟就是安尼，因为伊速度就紧，所以我要甲拍的时阵，定定拢就是要怎讲，就是一个是伊闪过，啊一个是讲，因为我准备的动作较大，所以真正甲扑落的时阵，就是拄好伊就换一个角度，换一个迄个，换一个位置，然后就变做是我互伊拍掉安尼，定定拢会安尼啦，所以就是哦，实在是足痛苦，就伫遐甲伊磨足久啊，尾手才豆豆啊赢安尼。好，食饱过来接任务，爱想，你看我拄则，基本上我补货的饮料拢食到差不多啊。哦，好，咱头前拄则有讲到，上头起先讲228，有一寡提问，刷落来就是讲228即件代志，哟，中央欠。228，咱看我的迄落一个，没好。228毋若是一工尔啦，只是讲主要是228是一个大家较好记啊，就是讲一工一个数字，用即个数字的时间去代表所有的后壁发生的代志。事实上228是算是讲出大代志的。要安怎讲？迄一工迄一工的头前发生啥物代志？就是这嘛是真要紧哦。就是讲228的遮济台湾人出来反抗，当然上直接的事件，也是讲产生即个问题，是227迄工。227迄工伫台北市的天马地磅，天马地磅遐有发生一个事件，一件代志，就是林江迈女士，伊基本上就是一个真世上的一个台湾人，在做生意。伊嘛毋是做啥物大生意啦，伊就是迄种路边摊啊，路边咧摆摊的，为着要饲鸡，要互家己有一寡所费，趁一寡所费尔。因为迄当阵台湾的经济也足歹，是安怎台湾伫迄当阵1947年2月27，也是讲咱讲1947年2月，这个时间是安怎台湾的经济会较无好？这其实就是，这其实咱就是会使去读一寡文献。哎呦，爱气气哦。
哦，因为迄当阵迄个时阵是啥物背景，就是1945年日本战败中华民国代表盟军受美国迄个应该是迄个叫啥物将军想想无Mike Arthur 应该是Mike Arthur 受即个麦克将军的委托来代管台湾中华民国代表的是联合国还是盟军应该是盟军啦，伊代表盟军来先管理台湾为什么要管理台湾？因为日本是战败嘛台湾毋是伊的本土，台湾是伊的殖民地，所以伊战败了，叫伊的叫迄个啥，叫因条件啦，就是讲伊投降的条件，就是讲伊爱放弃台湾的所有权，放弃台湾的主权啦，就变做讲你袂使搁伫遮殖民啦。当然这应该是有真济考虑啦，就是讲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阵，其实台湾是伊真要紧的一个所在，因为咱战略的地位拄好伫迄个日本要去东南亚路途正中所以台湾变做是一个基地，最要紧的基地，要去侵略其他的国家，所以迄当阵因才会去要求讲你日本袂使搁占台湾安尼。好所以咱就知影讲1945年进前，咱是日本的一部分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盟军来管理台湾是安怎才管无到2冬伊就发生228事件这一定有原因嘛。那准讲你是战争赢的国家你去代管照你讲啦，你爱维持即个社会基本的顺序嘛，社会稳定、社会安定一直到讲好，你即个代管的任务结束过来就是爱决定即个战败国家伊放杀的土地抓落来，伊是要安怎决定即个国家的即个所在变做啥物款的，要变做一个国家，还是讲是倒一个国家要继续管理安尼啦？其实台湾的地位到底是啥？一直到正式日本宣布正式放弃台湾的地理权，还是讲主权有国际签约，这是1952咱就是你若去详细看文献，甲家己去想看卖，你就会感觉讲因国际法典权1952年才决定的代志，哪会伫正式签约进前就发生228台湾的白色恐怖戒严也是1949年就发生所以拢是伫咱的土地顶悬土地主权未确定的时阵发生的，你看讲足奇怪，其实这真正是足无合理啦，所以
1952年进前，即个中华民国政权伫台湾做诶代志，真正是在我看来，迄就是无合法。因拢是辩讲啊，因拢是用就是黑白讲啦，就是讲我就是代表民军来管理恁遮，恁遮诶人就无受管理啊，恁遮诶人就是不是，就是要安怎讲，就是较袂着就要反抗，还是讲袂前袂就要反抗。毋过事实上敢是安尼即部分是安怎会安尼？咱就会当去读一寡文献，这有影是需要一寡文献记录诶资料，你才有法度去判断讲到底是安怎。嘛好你加载啦，就是有真济活落来诶人，后壁有一寡后辈，一寡学者，是讲一寡你读了历史了，就是感觉这最要紧诶人拢有去研究。所以其实咱即马愈来愈知影讲，原来228发生进前，1945年一直到1947年这当中，台湾的经济哪会愈来愈歹台湾人对中国人政府愈来愈无信任，甚至是感觉真正阮拢互人骗去啊！互这政府，互中国，这幻想骗去啊！是安怎咱台湾人对中国有幻想呢？就是因为日本时代，其实咱台湾人，日本时代台湾人虽然讲，这咱较平等去讲，就是台湾伫日本时代是受到现代化教育，亚洲迄当阵上现代国家就是日本，因为因搁较早进前，就咧迄个明治维新，什么是明治维新？这网络顶悬嘛找有资料，嘛有历史的文献甚至是有足侪日本的小说、故事、漫画、戏剧拢有咧演因日本人是安怎为因的封建时代进步到现代国家，迄是一个足趣味，也是讲真精彩。毋过嘛是死足侪人的，一个过程。这日本人迄当阵，因较早就比中国较早就开始明治维新，开始现代化。伫迄个过程当中，就是甲中国的迄个文化，就是愈差愈远啊。所摆清国才会拍输日本，因咧战争的时阵，日本已经开始想要对外侵略，伊要占更较侪土地，甚至是讲想要占领规个中国安尼啦。事实上做袂到，这有因一寡原因啦。毋过就是因头起先就是讲，我就是要去侵略别个国家呢，尤其是中国。是安怎安尼？就是因为因迄个清国迄当阵到尾期因的迄个国内嘛是足侪官员拢伫乌西啦，规个社会嘛是讲足落伍就是社会水准真低迄嘛是因咧现代化的过程啦，就是讲外国现代化的遮的物件来去开始甲清国开始在交流因的国内状况就是较封建、较保守，抑阁是皇帝迄种制度，所以足明显，迄就是一个较老的一个社会。所以我要讲的是，日本迄当阵已经足早就开始现代化，所以清国较慢才现代化，所以拍输日本甲台湾挂互日本所以迄当阵台湾已经是日本的。日本因咧对待台湾的时阵，当然伊甲遮当做是一个资源宝库，咱的糖，咱的迄个啥，叫啥，hinoki，咱的 hinoki， 阁有迄个樟脑树，阁有足侪，遮的资源其实拢无啥开发，是安怎会无啥开发？就是因为清国时阵伊无真正占领规个台湾。伊对台湾的统治是无一个足
叫全面性的规划。啊，日本人来了，因为伊已经是较现代化的国家，要安怎讲？举一个例啊，就是讲伊伫规划伊建设，迄个啥，迄叫做交通建设，甲即个所谓的伊要插树啊，要甲树仔的资源、山内底的资源摕来做买卖，也是讲摕来采收要采收遮个山内底树仔的资源的时阵，迄拢需要真侪现代化科技，才有法度去要安怎讲？去计算、去统计，遮个树仔有偌济，啊，我要采收遮个物件，我要开偌济功夫，我要使用啥物款的机械，我要安怎甲遮大支的树仔，遮粗的、遮大丛的树仔，为山顶搬落来山骹，啊，来到山骹了，我要安怎处理，才袂就是伊甲刷落来的过程当中就弄掉，还是讲就是氮气、生菇啥，就是有足侪状况。环境气候拢定定咧变化，所以伊要安怎处理遮的资源，迄拢需要较现代化的技术，才有法度甲遮的物件发挥，就是讲会当卖较悬的价销，用较低的成本去赚到较侪钱，这是一个就是经营一个所在的资源，就是上基本的一寡知识尔。啊，因迄当阵就是因为因有遮个现代化的技术，包括较好的机械，啊，搁有就是讲，我感觉就是最厉害的物件，就是讲因对工程的设计，甲即个要安怎讲，计算山区的土地面积，啊，甲伊要安怎起迄个交通的路，就是因迄个技术，迄种工程技术甲知识已经足有够，所以日本时代才有完全甲台湾所有的所在画做一个完整而且足详细地图的技术。啊，即件代志就是帮助因会当完整统治台湾。啊，甚至是对台湾规个岛屿做较现代化的规划甲建设，所以这个物件其实是影响咱台湾后壁一直到即马，拢有足大的影效甲利益。咱讲一个足简单的就好，就是即马咱咧坐代替，咱咧坐代替。伊的规个制度，就是伊的路线，就是完整的路线，是伫日本时代就是起好势，规划好势，所以咱日本时代甲现代化的技术，伫台湾，要安怎讲，用伫台湾产生的利益，咱到即马一直还搁咧享受，啊。中华民国教育内底甲你教讲，迄个老兵团，伊起迄落铁骑咯，安怎偌厉害，偌厉害。实际上，就是日本人来的时阵，都甲迄落老兵团，伊起用，还是讲伊起做的，伊伫任内起做的迄条铁骑路，就是拆掉啊。这毋那是日本人做的，就是老兵团伊离开台湾了后一任后壁佫有一任。嘛是全国的官员，伊嘛认为迄条路袂使用啊，所以就是我感觉就笑亏，就是讲中华民国伊甲咱教历史的时阵，拢甲阮教讲，咱就是中华文化5000年，黄帝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清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中华民国，就是伊就安尼规个安尼接落来，全部拢伊的啊。毋过事实上，就笑亏就是。迄完全是拢无共的国家啦，真侪时阵拢是无共的民族的人去做伊迄个国家的皇帝，啊，到后一个国家的时阵，搁换一个民族，定定拢是安尼。啊，甚至有当时啊，伊根本迄就是要安怎讲，就是
分离的国家啦。吼，分离的国家就是无真分做无共所在的国家，啊，毋过伊到尾手后壁的学者、历史学者，佮家己全部拢包做一个，讲这拢是咱的。吼，这就是一个笑话。好啊，过来就是讲中华民国甲你讲讲老兵团偌厉害偌厉害，啊，毋过事实上就是即马对台湾铁一路规划上有帮助的是日本人。哦啊，是安怎会安尼？中华民国1945年来到台湾了后，就颁布法律，法律咯，就是要甲日本时代的建筑遗迹，还是一寡迄种蒙牌纪念碑，顶悬的文字，若是因无认同的，因无认为，就是讲对中华民国无利益的，甚至是台湾人若是看迄台湾人会纪念日本人会屁向中国人的迄款的，伊就全部拢甲卡掉啦，无就是爱甲伊迄落啥顶悬的文字全部拢破坏，啊改写做中华民国，破坏历史，无文化水准，就是种足落的。Mitsuri Kanroji. Okay. This is not English stream. This is Taiwanese stream. What I'm saying is Taiwanese. 台语。I'm not speaking English. Yeah, sorry. But if you can understand Taiwanese or you want to learn some little simple Taiwanese, you can follow my Twitch. Yeah. Okay. Thank you. 好，所以我都要讲到倒位，就是讲中华民国来到台湾了，就是咧污迹，就是破坏咱的文化，甲咱的历史的记忆。好的物件，就是伊就无要留。I'm from Taiwan. I live in Taiwan. Okay, well, where are you from? Yeah, I'm from Taiwan. How about you? OK， 我讲到倒位，好啊，就是中华民国破坏咱的文化甲历史的记忆，较好的物件，伊嘛无要插讲，就是伊迄敢有历史价值，还是讲文化价值，伊就是全部拢甲卡掉。伊是用政治的意识。I'm from US. Hello. Friends from United States. I love America. Also, I love Taiwan mostly. I'm talking about the 228 Memorial Day. Oh, sorry for my poor English. February 28th is Taiwanese the most important Memorial Day, and 78 years ago, also 1947, February 28th, Taiwan people were what to say? Just that's maybe I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 it in English. I didn't prepare for it, but maybe you can try to look for some informations about this day. 1947, February 28th. Yeah, this day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morial Day for Taiwanese. Yeah. 好，拄则讲到中华民国这件代志啊，另外一个补充就是讲，头起先因来的时阵，就是有颁布这个法律，
第一步就是先做一摆，就是甲日本时代留落来，互咱台湾人会记得日本时代有偌好，有偌水，有偌文明的遮个证据，吼，先处理一摆，甲伊卡掉，互你豆豆仔袂记。啊，过来第二摆，第二摆是即个即卖迄个所谓的台湾之光啦，吼，即个云门舞团、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因老爸林金生，哦，伊迄当阵战前的时阵，战后伊就是去挖靠中华民国国民党，哦，所以迄当阵，尾手伊做甲迄个内政部长，伊做内政部长的时阵，伊就是颁布第二摆即个法律，就是讲要甲日本时代新社。是讲迄种石顶，顶悬有刻字，有刻日本时代年号，是讲纪念日本人的，遮个名字，遮个纪念碑，看起来就明显就是日本时代的物件，全部卡掉。啊，若是有留啊，对因来讲有留啊文化价值，还是讲地方的台湾人伊会抗议，你要甲拆，伊会抗议的。迄种所在，伊就会去甲改做足歹看的迄种中华民国的款式，像你会当看到，就我知影啦，就是讲有一寡迄个即马改做迄个啥，迄叫做叫啥忠烈祠吼，即种物件纪念中华民国军人，迄种空间，以早真侪拢是日本新社，伊即马就是用迄个为着中国人，为着中国政府死去的遐个中国人的军人，甲因的迄个纪念碑啊，甲因的迄个蒙牌塔，全部拢藏入内底，就变做甲日本新社的迄个物件甲藏落。啊，你就知影讲，迄种抗战现在是完全无共啊，人日本人。神社咧拜是迄种，就是上悬的神啊，佛祖啦，啊是讲因有迄种日本的神道内底自然的神啊，因日本人因为因的行为，所以就是迄种抗战的，神社是咧拜遮的神啊。中华民国拜遮的军人，迄是鬼呢？迄是枉死的呢？战争死的，迄是鬼呢？对啊，迄嘛无够甲神的即个抗战嘛，所以伊就是用即种方式去甲你翕相日本文化。我迄个林怀民因老爸咧做诶代志嘛是共款嘛，伊替中华民国做代志啊，搁较毋免讲就是林怀民伊上夭寿诶是啥？因老爸啦，上夭寿诶就是伊伫家己迄当阵有一个祖武祖族祖武，伊迄族名叫祖武，原住民的迄个语言讲法是祖武。伊甲迄当阵祖武的其中一个应该是族长啦族长叫做高一生高一生伊的迄个族名安怎讲？就是有勇武亚达有勇安娜有勇武。也大有用安呐，高一生，伊迄当阵是族长，迄当阵伊伫地方伫家己因迄个庄头，其实是算真讲话是有影响力的人，伊就甲抹黑啊，就讲伊参加迄个共产党啊，还是讲无伊就是迄个啥要逆反的，就害伊去互掠去枪决。白色恐怖就是安尼啊！白色恐怖足侪迄种外靠中华民国甲中国国民党的遐个人，就是害咧台湾人害家己人啦，台湾人害台湾人啦，就是安尼啊！所以你讲外靠中华民国甲认同外靠中国国民党认同中华民国的人。
敢无问题。我感觉，尤其是即马啦，尤其是即马就是，在我看来有真侪拢看起来拢啊头壳歹去即款，你知无？系啊，哎，好啦，啊讲到先来讲到遮，讲到遮来，就是因为我看最下礼拜。哦，迫害日本文化啦，诶，就是是安怎二的发生，哦，一个较低落的文明来统治较进步的社会，结果就是安尼。哦，台湾人伫战前基本上咱是较进步的国家。咱的社会、咱的文明、咱的社会咧发展、咧胖、咧维持的，且个文明的思想价值，其实拢是较进步的。啊，迄当阵中国是啥？咱知影讲就是二次大战进前，哦，因迄个中国，因的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清帝国互人杀个倒。啊，尾手中华民国建立就是1911年，1911年的时阵，因遮真正变做是一个文明国家。啊，毋过因变做中华民国了后，尾手因国内有足侪迄种在地的军人啊，还是讲在地的头人，因有家己的兵啊，有家己的军队，吼、啊，因嘛在地有足大的利益，所以尾手因就产生内战。哦，简单讲是安尼啦。啊，伊迄较幼的，就是你要读就读迄个中国历史就好，去研究迄你就知影。所以因迄当阵建立国家了，开始内战。啊，内战一直战到1949年，蒋臭头战败，走路来台湾。啊，咱敢知影讲？伊来台湾进前，伊本正是要走去倒位？伊本正是要走去越南。吼，迄个缅甸，缅甸应该是缅甸，就是伊本正要走去缅甸甲越南迄个所在。啊，尾手就是胡志明足厉害，伊足巧诶。伊一个看到知影讲蒋介石啊，蒋臭头这个人袂使信任伫。吼，伊这个人，伊若走来遮，绝对会产生更较大诶悲剧。吼，啊，个真正是安尼，吼，甲伊来到台湾发生啥物代志？228白色恐怖，吼，就是安尼。胡志明迄当阵就是家己主动讲袂使，我无要互你入，我无要互你入来，所以蒋介石就敢若剩一个所在，吼，就是剩台湾，因为1947年诶时阵，因已经做过一摆镇压大屠杀，所以蒋介石来了后，好，过来继续戒严，继续掠。因遮会无认同中华民国，无认同，看咱中国人、中国兵啊无诶，看咱中国政府无诶，我都甲你拢掠起来，讲你是共产党，吼，我甲你掠去枪杀，无就甲你关一世人啊！伊本正是安算安尼啦，上好是关一世人，莫互你出来，系啊。那迄种伊看了会足生气诶，就甲你杀死啊，就签名，此人枪决可以，就签落啊，你就死啊！就安尼，这就是中国人政权，吼、啊，会当证明讲，就是迄当阵诶中国人，蒋介石啊来到台湾诶中华民国政权，蒋介石啊就是代表嘛，伊就是无文明诶人啊，伊就是个土匪，一个独裁者啊！啊，你讲中国这个国家，带军队、带头的人是即款的，啊，伊下骹的人会是啥物款？对无？这其实是足简单的一个逻辑啦。啊，你讲中国人嘛有迄种较有知识、较有想法的啊，像迄个啥物雷震啊、殷海光啊迄款啊。好啊，我请问一下，因尾手是互安怎对待？对无？即款人伫
迄个时代，迄个政府下底嘛是无效啊。所以你为着你听因讲哦，中国人嘛有好人啊，所以我认同中国人啊。我请问就是，你认同的是少数还是主要？咱要看这种所谓的政治意识形态甲认同的，你是要看少数还是要认同？较多数，你安怎去认捌这个族群？对啊，我知影罗西亚人嘛有好人啊，毋过罗西亚因即马即个国家就是安尼啊，但因较有知识，较理想是讲较正常的罗西亚人，伊就一定爱走路啊。即马的罗西亚无法度代表罗西亚人，我知影安尼讲是较正确，毋过就是伊即马就是一个侵略别个国家的政权，侵略别个国家的族群，就是安尼。系啊，所以你敢会当讲，因为雷震英海光伊无甲咱侵略，伊认为台湾是台湾应该要有民主啥，安尼中国人就是好人，我无认为是安尼啦。系啊，中国人自早到今仔一直拢是侵略台湾啊。清帝国的时阵，伊来台湾嘛是干那要占咱的土地尔，只是讲伊迄伤远啊，坐船过来就危险的，所以大家要来台湾的官员，大家拢感觉家己足衰啦。无就是讲伊来遮要来安怎？伊要爱来遮凉西啊凉西过啦。嘿啦，伊就来到遮做甲退休，伊就会当转去，毋免阁做官啊。对啊，趁甲优势势都会使啊。因为遮尔远的所在，中央要甲管嘛管较袂掉，管较袂掉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嘛，嘿啊，所以因其实嘛无讲真要紧台湾，较尾期因会要伊台湾是，伊感受到讲，日本哪像嘛想要爱台湾，无弹射事件就是安尼嘛，对无？中国自早就是对台湾根本就来遮就是干那要甲你迄啥，软土深骨、拆食萝卜啊。什么时阵甲你当做你真正当做兄弟见啊？系啊，你讲迄个电线公来到台湾才无到半冬呢，伊就人就过身去啊！买手因迄个，伊迄嘛是算不好子孙，系啊，买手嘛是投降啊，对啊，所以伊嘛无真正甲遮当做啥物足要紧的所在，就干那是一个就是过渡时期。伊会当暂时伫遮占咧，伊直想要倒转去因迄块土地顶悬要做王，无一个人，因遐个中国来的人，无一个人真正甲遮当做伊的厝啦，系啊，你这读历史就是你毋免读甲遐济，你小可逐项拢甲读者，基本的知识甲大代志，你拢记会牢，知影了后，你规个安尼想落来，你就知影讲，啥物人是真正要做台湾人，啥物人是伊对台湾根本就无啥要义，系啊，迄是足简单的代志啊。我无相信讲，就是一个正常的人无法度理解啊。嘿，好。这是讲到战后发生228的因端，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较无水准的政府，伊较无文明。当然日本人发动战争，迄是另外一个，就是较无理性、较野蛮，还是讲迄是一个资源济了后，伊就会想要去占搁较济资源，迄是另外一种要安讲无文明、无理性，还是讲较恶质的一种心态，迄是另外一种。毋过因利用现代化的地理甲技术，带互台湾，还是讲用台湾，互咱台湾人的社会，迄个时阵已经是
比中国更较进步，所以落尾手战后中国即个野蛮的，真正是一阵独裁者，一阵无水准，无文明，对啥物是人权，对法律的知识，真正是迄落啥，就是讲足低路的人来统治台湾啊，尾手才发生228，台湾人起来反抗啊，因为因有枪，因是军队，因就用枪甲咱镇压，嘿，啊，台湾人嘛毋是三脚猫啊，咱台湾人嘛是足厉害啊，咱嘛足有勇气啊，哦，啊，毋过精彩就是讲，因迄当阵一直咧战争，所以因对安怎甲咱凌迟，安怎用武器甲你刣，吼，因迄足熟手啦，吼，咱去看迄个228的时阵，遐的中国军队安怎欺负台湾人、糟蹋台湾人、甲咱屠杀，迄种手路，拢是足恐怖。啊，一寡文献是讲，迄是因为因伫中国咧战争的时阵，就已经安尼啊，就已经做熟手啊，所以无怪，对啊。哦，讲到喙焦，我是爱啉一下茶。大概是安尼，后壁阁有，因为2月28一直为2月27迄天，哦，一直抬到5月，死足侪人，足凄惨，足恶疾。哦，这自应该是自顶礼拜开始，一直到3月啦，上无到3月啦，哦。会有足侪活动，拢咧甲台湾人讲，拢咧讲，咱哪会记得咱家己的故事。哦，对我来讲，毋若是爱会记得故事啦，就是你搁爱会记得中华民国就是一个外来的殖民政权，中华民国体制就是一个外来的政权，这一定爱消灭。因到台湾，拆食落北，软土清骨已经78冬啊。228的纪念，其实毋若是78冬啦，1947应该爱搁去到1945年啦，嘿，中华民国政权来到台湾80冬，一直拢咧甲咱糟蹋，到今仔抑搁是安尼，唉，好，继续拍。我看即马直播时间已经2点钟啊，我看个算莫超过3点钟啦，对啊，哦，即马画面顶悬即只就是较歹拍，因为伊的身躯边仔有一层迄落胶仔色的光影，啊，迄就是较歹拍，所以我爱摕一种较安全的武器，若无可能会足疼。Let's go！我看即摆有教我留的是拢是迄个咱用英文的朋友较济啦。我爱摕迄落小的饮料。小等者。
呜，伫遮。呜。我即马手头摕即支武器就是，哎呦，这叫做啥？困啊！卖搞跑，卖搞跑！我手头即马摕即支武器，这我真正毋知要安怎好。伊个叫做庆，你若要读迄个汉字，就是叫做庆庆，庆庆。啊，毋过安尼念落也是怪怪啊。就是讲，你看伊会当真做迄种大炮，啊，伊嘛会当用土的，伊有枪尾刀啦，对，简单讲是安尼，伊有枪尾刀，啊，伊嘛会当真做，会当弹枪子，啊嘛会当弹大炮。所以我毋知这真正要安怎号名，就是台语要安怎讲，我嘛了较无确定。啊，这武器真正是真趣味，就是有人讲这是迄落查甫人的浪漫，就是这武器的使用的方式。慢来，看。哦，干，靠背哦，没事啊。不会。啊！中火。哦，干，有够凶。嘣！弄落，哎呦，真歹哩！好，机会来啊！拍上。哦，哎，是，嘣！
你看伊的迄个喙齿长去啊，就是这个游戏吼，好耍的所在就是安尼，就是伊若是死去的时阵，伊身躯顶悬所有的部位，大部分啊，嘛毋是所有，就是大部分的部位拢会当成做一个，成做武器啊，是做战甲的所在。啊，伊在，就是讲，在甲伊相战的时阵，无共的所在。你若是有甲，比如讲伊的喙齿吼，即只的喙齿就长诶，啊，伊有两支喙齿就长，啊，迄两支喙齿你若是拍伊的面吼，你的武器啊，靠背，你若是有调过伊去拍伊的面，啊，拍有够迄个对伊的伤害。对伊的迄个伤害有够济的时阵，伊的喙齿会长去啊。别个所在，譬如讲伊的手吼，伊双手的指甲，还是讲伊的膝骨顶悬嘛是会有变化。就是讲你若对伊拍较济啊，伤害有较悬的时，有较济的时阵。伊就是会了啊，要安怎讲？有妖魂，啊无就是讲伊的手指头，伊的指甲嘛会长去，类似迄款，就是啊，你若是有做遮的，就是讲甲拍甲歹去，吼，你看伊即摆迄个手指头就长去，啊，你有可能就是伫拍赢了后所在，就会看到伊的什物指甲是类似的啦。啊，这个设定嘛是一个足趣味的。哦，干，要死啊，要死啊！啊，干，买来啦，哪里？哦，这真正就歹拍，伊迄个。伊拍一个足疼的，啊！哦，另外一只。哦，在整。哦，摆卡表示会当掠啊，敢是？哦，大麦走！搞掠！见，水啦！这个游戏就是讲，你若是甲炮死甲用掠的，就是用这种，要安怎讲，就是限制。但台语讲有这种词啊，限制要安怎讲？就是你设一个掠鸟器是用一个笼啊，这种就是这个游戏要安怎讲？就是你可能就是挖一坑，还是讲设迄种电的。用电的，就是互伊甲电甲无法度叮当啊，用迄个啥爱困药，伊这内底就是讲这迄个专工要掠活的怪兽用的迄种会互伊困的迄种球，啊，你弹落了伊会呛烟，迄个烟伊若输入去了，伊就会困去，哦。来解水，然后就趣味，所以就是讲你用掠的，
掠我的你摕到的所在会较济较好，嘿，简单讲就是安尼。啊，你若是直接拍互死，就是嘛是当然钱是共款啦，啊，毋过你摕到的所在就较歹，就较少安尼。嘿，所以意思就是鼓励你用掠，啊，毋过用掠的就是会有一个困难，就是讲用掠的你爱拍甲伊直要死，啊，搁爱因为怪物看到你的时阵，伊就掠讲，伊掠讲就一直甲你拍哦，啊，你就爱甲伊拍甲要死，伊就会走倒转去伊原本的伊的仇，还是讲伊休困的所在，伊会走倒转去遐，所以你爱趁伊走倒转去的时阵，你要对伫后壁，等伊困去了，紧走去伊身躯边啊，甲囥迄个陷阱，啊，囥迄个陷阱了后，搁等迄个爱困药啊会救，啊伊就会输迄个空气就困去，啊你安尼你就掠着伊。啊，有的怪物是较袂爱困，还是讲伊要爱困真正的迄个走倒转去的迄个时间是足短的，所以你若是一直甲伊拍到，就是伊就无做迄个想要倒转去的迄个行为的时阵，就变做你就爱直接甲拍甲死啊！啊，拍甲死，你可能就是因为伊要死进前，就是会较接掠讲。啊，掠讲的时阵，伊甲你拍的时阵足疼的，啊，过来就伊速度会变较紧，较歹拍，嘿，就是会有这个状况安尼。我想一下，即马是要爱，但我爱先去，哦，真正有显示通知 ，voice set chat，哦，多么现台湾做讲有准，哦，真侪物件拢会当去收啊，哎呀，我要去倒位啊？伫遮。这是怎去出？要哪出去啊？哎呀，对，简单讲是安尼啦。任務対象はアンジャナフアシュ。これは暴れん坊ですね。我想一下，资源管理设施啊，这个就对。中庸 camp。OK， 即马就是爱我即马咧用这就是讲，这游戏有一个系统，就是讲伊有迄落啥，就是你的小鼠啊，对，小鼠啊，对伫你身躯边啊的一只猫啊，啊，迄只猫啊会甲你斗相共战斗，哦，有时啊是甲你囥迄个保护啊。伊迄保护有三种方式，就是一种是伊会踩你涂骹，啊你家己爱去摸，家己去摸啊就会保护；啊一种是伊会家己摕出来了，走来你身躯边就是甲你保护。啊，另外第三种就是，迄几率较低，我毋知影讲要安怎增加迄个几率，就是讲，伊会当你互怪物
拍死的时阵，你会倒伫涂骹，啊，毋过袂随结束。伊会即只猫仔，伊会摕一个保护，一个算加两管还是啥，一粒迄落那加贵的，就是伊会，你死去了，伊会走来甲你救，啊，甲你救就是甲你补小看一丝丝仔血，互你会当搁起来走，吼啊。若发生即个状况的时阵，你就是爱紧走闪去边啊，保护，若袂赴，你嘛是会个死，就是伊有三种保护方式啊。啊，即个猫仔就是伊会当换衫、换武器啥拢会使，啊，反正你嘛是一个趣味啦。啊，这就是讲，你若是有伫山顶甲人耍，就是会甲别人的猫仔揪入来做即个探检队哦。种探检队，就是讲替你去，伊毋是用甲你做伙战斗方式，就是你会当甲遮三只猫仔组做一组，啊派去无共的地区去采集，像画面顶外安尼，会当即6个地图就是我捌去过，吼，即马拢有去遐拍过，啊，就会当另外搁派因去迄个所在，啊，这就若像是电脑甲你随机，也是讲 random，就是伊会去收集一寡迄个地区的所在安尼，啊加减猛补啦，啊无的确有当时会摕到袂歹的物件，啊就反正这就是互你趣味安尼。哦，啊过来有啥？Planet。阳台研究所，阳台研究所在倒位啊？是这个？是这个。在哪？頑張り時や。OK，够啥？哦，种菜，种菜伫倒位？頑張らないとな。頑張らん。种菜，怎可能无法度种菜呢？这啦，这我上袂晓算的，就是我毋知影讲这到底是咧算啥。靠腰，用啊这边创啊。他这边啊 A， 所以我写是看无呢。1、2、3、1、2、3、1、2、3。
我实在是看无这是到底是安怎饲呢？よしよし、蒸気力が溜まってきたわ。照这粒嘛，一二三，三无。三无，这要安怎全部拢啊饲互着安尼？よしよし、蒸気力が溜まってきたわ。三无呢？余白も人生の一部よ。哇！这到底是咧饲啥？这是用药的啊，是安怎？余白も人生の一部よ。三无，到底是咧？A X X Y A X Y A 哦，哪像是咧跋杯？就是，崩啊！这就是这是足趣味啊，毋过就是さて、最初はもう二つも狙え狙え。现在是沙漠咧创啥？这是哦，要3点啊？哦2点半钟啦。好，应该佫会当佫拍一场。ごきげんよごきげんよ
5期限有。倒拍者。出発。哦，哈，安尼，咱嘛是个哪开讲啊？吼，就是讲，拄仔讲到啥？今仔日的主题啦，咱是咧讲28。28其实就是，28若是一工，28嘛毋是啥物和平纪念啦。我感觉要搞到讲像德国即款做转型正义吼，二次大战，希特勒在屠杀犹太人吼，即代志，因尾手是有做足济功夫啦，规个社会、政府的法律民间的纪念，还有转型正义的资料研讨会，还有有一寡研究吼。其实因做足济遮的代志，毋过台湾上要紧的问题无解决，就是讲加害者到底是啥？吼，因即马上济是讲家遮的责任，就是拢撒去互迄个啥主要的迄当阵的中华民国的头家吼，带头的啦，就是蒋介石吼。另外一个就是讲，有几个较出名的即种将军啊、司令啦，还是讲像27迄天，就是欺负林江麦女士甲台西陈文溪先生的迄个公庙局的官员，就是有知影名，毋过后续吼，搁较济遮的白色恐怖228野枪台湾人的遮的人，吼下令的人，搁有执行的人，其实真济拢还毋知影讲到底是啥物人啊，嘿嘿，因遐的名无互咱知影，所以咱是要安怎？要讲啥物？我要甲因和平啦，要原谅啦。其实这是一个足奇怪的状况啦。你会使讲这是台湾才有的转型正义，毋过这敢若是名称好听啦，就是你无正义啊，正义伫倒位？正义敢是讲政府有颁布迄个啥物法律讲，就是以早受人判刑，互掠去关，还是讲互人杀死了，还是用迄种迄落叛乱罪啦，还是迄落加入共产党即种判刑政府即马现代政府就颁布讲我互你一个恢复你的名声的证明，还是讲就安尼就结束，就是敢会使安尼准线？我感觉安尼其实无算是正义，对无？系啊。
所以加害者若是名无写出来，无用公开的方式，互全部的人知影讲是虾米人是加害者，安尼，毋管你安怎做，拢袂使讲虾米和平，袂使讲虾米原谅，袂使讲虾米和解。啊，嘿啊，若无真正是，这就是一种最扭曲的社会价值。啊，准讲我若是杀人放火做一寡歹代志，我敢袂使无甲我的名报出来，我就甲你讲我要甲受害者家族就是和解还是安怎，就是这种代志就奇怪。嘿啊，那228后壁其实发生也有足侪真听了会真艰苦的故事啊，嘿啊，就是为2月28一直到3月初6、3月初8，一直到3月16，3月16，是16还是19？19我看，就是迄个乌牛兰反抗啦，对啊，这应该是讲反抗，就是伫台中遐有一群人将役人前辈黄金岛前辈因带领的即个27部队伫遐甲迄个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就讲甲因伫遐对战，真正是拍甲无人无法度搁战落去，因才解散走路安尼，尾手嘛是互互掠去关，中华民国的教育内底头起先就是甲你抹黑啊，甲因抹黑啦，甲因抹黑讲因遐拢是共产党伫后壁咧煽动的，事实上就毋是啊，确实迄当阵有一寡是台湾共产党的人参与，毋过尾手你看就是上出名的，大家较知影就是迄个郑雪凤，郑雪凤伊原底是台湾共产党尾手因为迄个啥日本共产党，伊原底是为日本共产党迄个要安讲，迄个发展的路线来到台湾发展台湾共产党。在地的共产党就对啊。什么是共产党？其实迄当阵伫二次大战进前，因为西方的铁盒，西方的铁盒内底就是有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其实到即马真济国家也是讲真济。对啦，真济国家就是伊捌想要去发展这物件，毋过尾手拢是失败嘛。失败是安怎会失败？其实就是你若看遐的发展的历史，就知影讲因迄种主张讲要用共产主义来发展因国家的政府，尾手拢变做是独裁政府。其实。这其实嘛会当讲足济啦，毋过我想就是莫讲甲伤复杂，因为迄会当会讲甲落长。就是上简单来讲，就是马克思主义内底有一个要安怎讲，伊落尾手即个要执行带头执行的即个人，要带领规个社会的迄个人。伊一定爱是 Superman， 无就是讲伊的道德性，伊本人的道德性甲观念一定爱是完全为着别人，而且伊逐项代志咧思考的时阵，拢一定爱去想着所有的人上悬的利益，照即个原则去做所有的规划去决定，毋过事实上是无可能。
事实上到即马咱无一个国家会当做甲安尼，无一个政治人物吼，无一个即种所谓的做带头的领导者会当做甲即种抗战啦，嘿啊，因为人的弱点就是你无可能完全无自私，完全为着别人，嘿啊，这其实会当看较远，还是讲较根本的本质性的问题，就是讲德国的迄个尼采，吼，尼采啦，尼采伊的铁函发展到上尾手，就是发展出一个，就是神已经死啊，神已经互人的价值观抬死啊，所以若准神已经死啊，所以咱就爱搁找另外一个所谓的。毋是迄个 Superman 啊，毋是美国迄个 Superman， 就讲你爱有一个超越人、超越人性的所有的弱点的人，伊就哪像代替神这个角色，就爱有即款人来带领，来做领导者，安尼才有法度。要安怎讲，就是去做一个，互所有的人拢幸福，而且是觉醒的一个社会，安尼。有的其实讲到遮，你就大概知影，所以共产主义其实社会主义啦，我讲应该是讲社会主义啦。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伊其实就是期待一个遮尔高道德的领导者来做迄个带头的，做所谓的总统啊，是讲总理啊，是讲党主席即款啊。这敢有现实？系啊，所以你若简单安尼去理解，就是都会知影讲是安怎。即马所有主张共产主义的国家，基本上拢会失败，就是徛去到迄个上悬的所在，迄个人，伊绝对是有弱点的。伊若毋是家己退出。家己死头路，无就是伊会想办法去暗藏伊的弱点。伊要暗藏伊的弱点，上简单的代志就是，互知影伊弱点的人，全部拢掠起来，无就是全部拢抬死，无就是互恁遮所有的人，拢袂使讲我有弱点，拢袂使批评我的弱点，所以一定会变独裁者嘛，就是安尼啊。这其实足简单的啊，这敢若逻辑尔啦。毋免记啥物实际的例啦，因为你若要讲到例，就是拢足侪足幼路的所在，你爱去解说啥，免啦，就是遮尔简单。迄个逻辑就是安尼，实际上嘛是安尼咧发展的。你去到，你看你家己去找遐个目前知影的共产主义的国家的例，就是安尼。嘿啊，准讲。若准讲像迄个啥，有一个国家叫做汉字叫写做不丹呐，吼，迄个不嘿不，迄个不丹迄个国家，因类似是即种概念嘛，毋过就是你有看过伊的总统还是伊的啥，就是世界里顶峰成功，就是我足敖无啊。因迄种较类似是一种较女性做主，还是讲中文去讲下，就是女性主义、女性带头的概念的迄种社会。迄种社会其实现实要发展，甲要安怎讲，甲现代国家的
较普遍的价值观较无共，嘿啊，较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较无无遐哈，是讲，嘿啊，我知影就会是安尼，所以迄个国家嘛，其实因的迄个经济状况嘛，毋是介好，啊，毋过就是足普通，嘿，袂亲像中国安尼啦，啊嘛袂亲像迄个韩国安尼啦，嘿啊，所以简单讲就是，就是即个，咱会去讲着这啊，中国我想一下，哦，伊当阵的左派啦，对，啊。所谓的共产党，台湾共产党，咱若甲食刷红当做一个例，食刷红买手，因为日本遐共产党已经互日本政府消灭禁止，所以伊一定爱，因为共产党伊迄种组织的方式就是一站一站啊，你每一站你爱为顶一站，你爱对伊负责，你所有的代志拢爱报告互因知影，啊，过来就是讲，伊就会烦恼代志，嘿啊，啊，看顶管爱你做啥物代志，你就爱照命令做，啊，你若无做，安尼伊就无要插你，就互你家己去死安尼，对，啊，所以食煞红买手，伊伫台湾遮无法度看，伫台湾遮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就是掠足暗的，所以买手嘛是个走倒转去中国。啊，伊去到中国了后迄个啥，伊买手过啥物款生活，买手安怎死的？我想你去找食煞风的自传，吼，啊甲另外一个杨克宏的故事，吼，你就知影买手食煞风伊嘛是过了真凄惨落魄，啊，互共产党斗争甲。买手安怎死我毋知，敢是反正就过甲真歹啦，嘿啊，啊过啊真歹了，就破病死安尼，我知影是安尼啦。啊，伊其实伊个咧真好啊，就是互遐个感觉讲互阿强啊统治嘛袂歹的人，就是做一个咧啊，这毋免。你毋免认捌啥物中国人，也是毋免熟悉迄个共产党啊！你就有一个遐好诶例，互你看啊！甲共产国家马子诶，其实落尾手嘛拢，因为迄个对因诶国家、对因诶人民，其实拢毋是上好诶，甚至是拢会是较歹诶，嘿啊！我就是啊沙无安尼。啊，而且部队迄个蒋益仁前辈伊嘛是前几冬过身嘛，活到因为是100岁款，嘿啊，啊，迄个黄金岛前辈嘛是，黄金岛前辈嘛是，哦干，伊嘛是即5冬，应该是过身啊，我5冬还是6冬嘛，嘿啊，嘛毋是足久。所以因拢抑阁就是留真侪时间啦，就是阁教咱讲因迄当阵的故事啊，所以其实咱爱知影因迄当阵是安怎对抗即个中华民国政府啊，因活甲真百岁哦啊，抑阁足勇敢，抑阁遮尔坚持反对中华民国成做咱的国家即件代志，其实我感觉真正咱真正爱去知影。
袂使安尼讲就讲啊，中华民国台湾，好，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敢有？咱敢若是有即个政权是，即个政权是要安怎讲？即个政权是有现代化，啊，看起来是哪像是有民主的制度，啊，毋过咱台湾人敢有家己的国家？即件代志其实咱真正爱去思考。中华民国敢是咱家己的国家？啊，在我看来，其实中华民国敢若是无大话，因为有中华民国即个政府了后，咱无法度搁搁组一个另外一个政府甲中华民国扯平，因为伊迄当阵就是互美国政府委托代管的，啊，咱若要另外搁起一个政府，就是咱头一个就是爱甲中华民国政府战争。啊，咱台湾人日本时代已经互日本政府查甫人拢互日本政府掠去迄落啥，掠去战争啊，查甫人差不多拢死甲要无啊，啊，所以咱敢有才调搁组一个政府甲军队来甲中华民国对战，其实迄当阵是完全无即个才调的。啊，其实3月嘉义迄个时间我袂记啊，歹势。嘉义迄当阵228的时阵，就是嘛是有一群人啊做迄个少年人学生甲少年人的迄落，要安怎讲？迄叫做维护社会安定的一个组织啊，因要去甲中华民国的军队战啊，因是为虾米要战？就是因为一个是中国人的军队真正是足乱的，而且无规矩，啊个足压霸，所以因是要拍甲因投降，啊过来就是讲，因若投降了后，咱台湾人需要有家己人伫遮维持社会安定。因是要做即件代志，因毋是要战争的，因毋是准备要战争的，这最要紧的啊！因遐的人就是，快来，就是讲家己遐，若家己遐，毋过我即摆记迄个例啦，就是讲家己遐就是有一群人是要安尼。啊，27部队迄个中义仁前辈甲黄金岛前辈因做的迄个27部队，因嘛毋是真正讲要甲你战争，要甲中华民国战争，因就是要维持即个社会安定。啊，咱爱有家己的一支军队，才有法度做即件代志。因为咱若无家己的武力，家己的一个军队来甲遮的要甲咱欺负的人，甲伊拍倒转去的时阵，迄毋是全面战争，迄就是讲，阮真正挡袂牢，你袂使讲安尼甲咱欺负啊。所以咱爱有一个军队保护咱家己啊，拍甲恁投降了，咱才有法度来做维持咱的社会安定。啊，过来就是讲，才来决定讲咱台湾人要安怎。就是迄当阵是安尼啦。香港因咧反送中的时阵，因嘛是有合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平理性无要暴力。啊，毋过另外一群人，因就主张讲，啊干恁中国政府遐个中国人，啊遐个代理人流氓黑道，拢已经甲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迄落，因迄叫做特务啦。讲因拢超好势啊，就是要一步一步甲你食落嘛，啊，甲你才会想要反抗的人全部拢掠起来。所以因的主张是讲，袂使，恁要行
和平理性，无要用暴力的手路。啊，毋过，阮遮的人，阮遮主张要用较暴力的方式反抗的人，就是咱做你的，就是徛伫你头前，甲你保护。咱甲伊相战，战到伊停手了后，才有可能谈判。因的理路是安尼。啊，二七部队因当阵嘛是安尼。水上机场家己遐的人嘛是安尼。真济所在，台湾迄当阵有足济迄落所谓的驻地维持组织，吼啊，因是安怎会安尼？就是因为伫日本人统治的时阵，因有迄落所谓地方的警察局，因迄个警备队啦，啊，因迄当阵就是有真济少年人，就是拢会去参加，就是说做服务的啦。迄当阵伫日本时代，就是讲你会当去服务，啊，毋过因迄就是嘛是爱考试算公务人员对。因知影讲日本时代会有即种组织负责维持地方的规矩，哦，这是对在平常时哦，毋正常的时阵，即种社会顺序维持是有帮助的组织。迄当阵台湾人都是用即个概念。哦，逐所在少年人、学生啊，还是讲做警察的，还是讲捌做过相关工课的人，因自发性的起来要做这来，就是斗相共。哦，若是迄种中华民国军队，你足粗残，你要来甲咱拍，摕野枪要甲咱相战，我嘛甲你战啊！哦，占领，因就去占领迄个警察局，还是讲占领迄个。有诶所在是占领有藏武器诶所在，摕武器甲你相战，哦，我有武器才有法度甲你战，啊，甲你战了后才有法度对顶，哦，才有可能平等对话谈判嘛。迄当阵是安尼，啊，毋过迄当阵是无一个全面性组织诶战斗，才会变安尼。尾手就是一个互因出卖啦。我简单讲是安尼，有诶我靠中国人啊，是讲就是甲迄个中国官员甲因有交结，甲你出卖啊，系啊。所以这是一个较复杂诶背景。啊，毋过就是迄当阵主事诶，也是讲主要伫操测遮诶反抗诶人。其实毋是主要是，毋是讲全部拢是共产党嘛，系啊，对啊，主要是要甲大家讲这啦啊，共产主义也是讲社会主义的思想，嘛毋是讲咱就是要行马克思迄个物件，就是讲主要是因为西方的知识透过日本社会教育。啊，入来到台湾人知影讲社会主义是社会福利，啊对社会基层的人的利益，哦，咱就要伊遐物件，就要伊遐代志，所以咱要争取人民的幸福，还是讲争取人民的权利的时阵，就是社会主义这个物件，伊的概念、伊的理论是最好用，啊，而且迄真正是徛伫弱势者的角度去思考。所以，迄当阵的左派，哦，二次大战进前，就是讲20世纪，20世纪初期，哦，这种左派社会主义的思想其实是足普遍，而且拢是知识分子咧读册，有读册的人知影，啊，因就用这物件去反抗所谓的殖民者封建的保守的这种政权，哦，独裁者。啊，这物件是足思想，啊，毋过中华民国政府就用这种你是共产党，啊，你是啥物匪谍吼，这种物件来甲反抗的台湾人，甲你抹黑，甲你掠起来，甲你枪决，就是安尼。啊，事实上真侪迄落活落来的受害者前辈。你拢讲干，伊也毋是共产党员啊，系啊，啊，是安怎？
野红判刑的迄个判刑的迄个判决内底是写讲伊是共产主义、共产党的，嘿啊，这就是足明显的，这就甲你抹黑。好，安尼故事嘛有讲啊，电动嘛有拍，嘛3点钟啊。好，今仔日就是直播到遮嘛有够啊，够野。当然228的纪念活动是望，毋管你是住台湾还是讲住国外无共的所在，其他的所在，就是若是你是台湾人，还是讲你对台湾的历史是想要熟悉想要了解，就是看到即个228228请大家就是会当去找相关的资料来读看卖1947 1947 February 28th 这天是对台湾真要紧的一个日期啊，真要紧的一天，嘛是咱台湾人，咱若是有愿望想要建立家己的国家，这一天绝对是咱一定要一直去记起来，一定要不时就去思考反省，咱的国家会为咱的过去遮的前辈、遮的时代受过苦难徛起，咱做伙来效念台湾人建国，建国成功。好，再会。